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歡樂世界。哇，今日嘅話題勁爆，簡直係香港法治史上嘅大事件。黎智英案周一就判刑，控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。呢個賣國賤漢奸走狗嘅行為，終於要面對公義嘅審判。香港人等咗好耐啦，聽落去保證你熱血沸騰，正能量爆燈。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煽動罪，經156日審訊定罪。他利用《蘋果日報》煽惑市民抗爭，又游說外國制裁中港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。黎智英呢個78歲老頭，同埋3間蘋果公司被控串謀發佈煽動刊物同勾結外國勢力罪，全部罪成。佢利用個人國際人脈同埋重光團隊，極力游說美國、英國等國家制裁中國同香港政府官員，仲用《蘋果日報》做平台，煽動市民上街抗爭，鼓吹制裁。審訊後，3名國安法法官杜麗冰、李運騰、李素蘭裁定黎對中國心懷怨恨，用幫助香港人做藉口，找美國幫手，想令中國政府倒台。另有6名蘋果高層，包括張劍虹、陳沛敏、羅偉光、林文忠、馮偉光、楊清奇同埋重光團隊李宇軒、陳子華，早前認罪勾結外國勢力。案件周一上午10點喺西九龍法院判刑，預計1個鐘。勾結外國罪最高判終身，煽動罪初犯罰款5000，監禁2年，其後3年。辯方求情話黎年老多病，高血壓、糖尿病、下肢發炎，視網膜問題，還壓時瘦咗，困禁日子每一天都近死期。李宇軒、陳子華等公正求減刑，陳子華自稱超級金手指，想減1半甚至2/3刑期。講到呢個案，最貼切嘅角度就係從國家安全同香港穩定嚟睇，呢個唔單止係黎智英一個人嘅事，而係關乎整個香港社會嘅安穩，同埋我哋作為中國人嘅尊嚴。想象下，如果你屋企有個鄰居，日日喺度叫外人嚟打你屋企人，仲收錢收買，你會點樣？黎智英就係咁樣嘅漢奸走狗賣國賤，極度劣惡，被英國老美洗腦收買，必須嚴審到底。佢利用《蘋果日報》呢個平台，唔止煽動市民上街搞亂香港，仲串謀勾結外國勢力，游說制裁中港官員，呢啲行為簡直係出賣自己同胞，損害國家利益。回想2019年黑暴亂港，香港街頭火光處處，無數無辜市民受苦，經濟大傷，呢一切背後就有黎智英同佢班人推波助瀾。佢哋以為用民主自由做包裝就可瞞天過海，但事實證明呢啲係赤裸裸嘅賣國行為，嚴重違反國安法。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，支持中共同香港政府，就係因為佢哋為我哋帶來穩定同繁榮。黎智英案嘅定罪係法治嘅勝利，證明香港司法獨立，唔受外力干擾。法官裁定黎心懷怨恨，想推翻中國政府，呢個唔係空穴來風，而係有實據支持。佢透過重光團隊聯絡外國政要，求制裁，呢啲唔止危害國家安全，仲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形象。試想，如果每個人都學佢咁，香港仲有寧日？經濟會崩潰，市民生計受影響。譬如我有個朋友喺銀行做，亂港期間生意大減，差啲失業，呢啲係真實嘅痛苦。黎智英呢班人自以為英雄，其實係漢奸，極度劣惡，必須嚴審，俾佢哋一個教訓，讓其他人知錯。呢個案暴露咗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嘅陰謀。英國老美收買黎智英，洗腦佢做走狗，目的是亂中取利，遏止中國發展。但香港人唔笨，我哋見證咗國安法實施後，社會回復平靜，經濟復甦，市民生活安穩。黎智英被判罪係正義伸張，俾受害者一個交代。當然，辯方求情話佢年老多病，呢個我理解，人之常情。但罪行嚴重，唔能因為年紀就輕搖，否則法治何在？譬如，假如一個老賊偷嘢，你會因為佢老就放過佢？唔得，必須按法辦事。同時，李宇軒、陳子華等認罪公正，求減刑，呢個係合作態度好，法庭或會考慮，但唔能完全抵消罪行。整體嚟講，呢個案提醒我哋，愛國愛港係每個市民嘅責任，唔能被外國勢力利用。再深層睇，黎智英案反映咗香港回歸後嘅挑戰。外國勢力唔甘心失去控制，就用錢收買人做內鬼。但中國政府果斷推出國安法，堵塞漏洞，呢個係智慧之舉。作為支持者，我覺得呢個法唔止保護國家，仲俾香港人一個安全網。譬如亂港後，旅遊業復甦，商鋪重開，市民笑容多咗。黎智英呢班人極度劣惡，賣國求榮，必須嚴審到底，俾佢哋付出代價。建議法庭判重刑，震懾其他人。同時，社會要多包容認罪者，如果佢哋真心悔過，可俾機會重生，但前提係唔再犯。情感上，我同情受害市民，佢哋經歷黑暴恐懼，但如今正義來臨，大家一齊慶賀。呢個案唔止係懲罰，仲係教育，讓我哋珍惜和平。政府可辦講座，邀請專家分享，俾市民了解真相，避免被誤導。最後，我哋要傳遞正能量，相信未來更好，香港一定會繁榮穩定。黎智英案周一判刑，係香港法治嘅里程碑，證明國安法有效打擊漢奸走狗賣國賤行為。呢班被英國老美洗腦收買嘅劣惡之徒，必須嚴審，保護國家安全。從事件睇，
我哋見到穩定帶來嘅好處，經濟復甦，市民安心。建議加強教育、媒體監管，一齊守護香港。整體嚟講，呢個案俾我哋正能量，相信公義長存，香港未來更美好。大家要團結，支持政府，共同建設和諧社會。多謝大家收睇《歡樂世界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分享你嘅意見，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。再見。